我係 SK 25班劉卓賢，今日考嘅係瑜伽。我會首先做3個波我嘅抽到嘅動作係長球式，運動係羽毛球。首先我會做3個動作。首先將右手擺喺背肌同之後，用住左手慢慢拉平。呢個動作可以拉到我哋嘅手嘅後面呢個肌肉，去防止佢受傷。好，轉到右邊。然後之後我哋收呢隻腳，然之後去拉呢隻腳。將呢個腳放去拉到呢個踢嗰個位。然後之後我會做因為啱啱抽到嘅長球式。首先將佢平台喺度，然後之後慢慢咁樣遞隻腳上嚟，隻手擺喺旁邊，呼氣咁樣收縮，腳伸直，隻手要咁樣捉實掂地，要條頸唔可以隨便咁喐，咁樣保持住大概5個呼吸。OK， 然後之後我哋會做嘅運動係羽毛球。我會用呢一個攀足式嘅動作去提升佢個表現，因為羽毛球要好多嘅彈跳，然後之後我哋咁樣拉個大力啲，我哋就可以盡量提升到自己嘅運動表現。好，慢慢咁順住這個動作。要拉直，要越直，慢慢咁動，做3個呼吸。然後慢慢去然後之後我做多個動作係去磨翻嗰個相關肌肉。因為啱啱有班人腰力啦，所以佢哋要最後咧去做翻呢一個動作去緩和翻條腰，佢咁樣拉，慢慢向前。好。